你睇緊嘅係 Gigabyte Plus 教學頻道。好，嚟到我哋第5節嘅片段嘅時間咧，嗱我醒目今次唔係齋講，我今次預備咗首歌俾你哋玩下先。即係第5節咧，我哋嚟一首歌俾你練得嚟又冇咁悶。OK， 咁玩咩歌好咧？即係有啲學吉他，你唔學呢首歌，好似等於冇學過嘢咁嘅。係咩嘢歌咧？先唔講，教咗幾個 chord 先。將會用到嘅 chord 就係 C chord、F chord、G chord。OK，C chord 啱教啦，重溫一次先。OK，C chord 點樣撳啊？C chord 就係用隻食指放去第2線嘅第1格，中指放去第4線第2格，無名指放去第5線嘅第3格，一隊清脆嘅，有一下爭少少。OK， 好，咁跟住啦。F chord 先 ，F chord 點樣撳咧？如果我又寫翻呢啲俾你睇咧，好吃力嘅，所以變咗啦。G chord 先，好吃力嘅咁睇，我教你一個指法易記啲。C chord 先咯喎 ，G chord 嘅撳法就係將無名指擺過一條線，將中指擺過一條線，將尾指放去第1線第3格。OK， 你都知咯喎 ，C chord 先 ，C chord 之後將呢兩手指，唔理乜手指啦，舉高佢放上一條線 ，OK， 然後縮食指，尾指放去第1線第3格，你會覺得好抽筋嘅呢個動作。OK， 但係即係你可以唔用呢幾隻手指彈啦 ，OK， 有個彈法你可以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都得嘅。OK， 但係譬如話我 C chord 點睇都咁樣轉快啲嘛，你見到我唔使點喐嘅，係咪先 ？C G， 如果我 C G，OK，C G。OK， 咁你發覺好麻煩，但視乎情況啦。有啲人係咁樣轉得好快嘅，我唔理你 OK。但係我會咁樣去記，將兩隻手指升高，尾指放去第1線第3格 OK， 掃落去清脆嘅，記住呢條清脆咯喎 OK。喺呢啲位咧，好多時都會有個呢啲罅位可以頂到條線嘅，經常都會。咁盡量你自己都試一試睇一睇 OK， 明白？好啦，咁跟住到 F chord。F chord 喺呢一度 ，OK， 喺塊板呢度你見到有個 F chord， 呢個叫做舐嘢 F， 即係 bar chord。我哋既然第5章唔好玩到咁麻煩，玩個簡單 F， 又望翻嚟我呢邊啦 ，OK。譬如話呢一個係 C chord， 撳個 F chord 點撳啊？我將會界定咁樣叫做 F major 7， 哇，好麻煩，所以你記住呢個係 F 算啦，你唔好理咁多咩 major 7，OK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費事人哋話我唔專業亂咁教，咁我哋講個 F major 7， 你當係 F。點撳啊？今次調翻轉啦，將呢兩隻手指放翻低一條線，呢個就係 F major 7啦。OK， 如果想好聽啲嘅，淨係彈4條線，1 4 3 2 1 4。OK， 嚟多次咯喎。C chord， 如果我要去 F 嘅時候，將呢兩隻手指，中指、無名指落一條線。OK。如果我要撳 G chord， 將 C chord 呢兩隻手指放高一條線，尾指撳住佢。OK， 嗱好簡單3個 chord 啫，簡單，全部都好似同個 C chord 有關嘅。記住我記 chord 都係咁記㗎，係記啲手指點樣轉有個關係，而唔係死記呢份咁嘅白痴圖嘅。OK， 因為真係好白痴呢啲圖，根本都唔明點解要咁樣發明出嚟嘅。你根本睇死你自己，我係唔睇嘅，根本完全係。OK， 明白？好啦，我哋學咗 C chord、G chord、F chord， 咁我會教乜嘢歌咧？其實就係傳說中嘅生日快樂，即係呢啲又係溝女必備嘅東西，係咪？係咁，你撩多一兩嘢都好啊，係咪？好啦，第一個 chord 係咩咧？就係 C， 第二個 chord 就係 G。OK， 咁啊聽一次咯喎。唔得，好高音啊！其實呢個轉頭再教，如果高音點算啊 ？OK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OK， 其實我好驚走音嘅，真係好高音位。OK， 咁係乜嘢嚟咧？第一個 chord 係 C，Happy C chord。To you， sorry， 個 U 字已經 G 啦。Happy C chord to you， 個 U 字已經係個 G 咯喎。OK，嚟多次啊。Da da C da da G da da G da da C da da C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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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 da da G da da da。有假音嘅唱晒歌，你試過未啊 ？OK。
慢動作講一次個 chord 即係 C G G， 跟住 C， 然後 C， 跟住 F， 跟住 G， 跟住 C。其實我都會寫低喺下邊，所以唔使聽得咁辛苦。咁就係咁簡單啫，明唔明白？咁轉頭下一個我會講個可能我教晒啦。彈錯咗。教呢邊數學方法啦，識個 chord 先。呢首係初學必備嘅，又係例牌嘅一首歌。第5章教你玩嘅就係生日歌啦。OK， 有唔明嘅可以喺度 Facebook 問我。同時間如果想睇其他嘅歌咧，可以去我嗰個頻道度睇翻我好多唔同嘅播放清單都 OK 嘅。